咱即日到秋尾，咱是顶礼拜，咱开始讲咱的即个征服人生的课程即个课题拢已经完成。咱伫即个暑假以后要通过即个传福音方面，咱的即个议题，以及咱教会建造中间，通过小组，通过圣神的工作，要安怎来起造一个主心意的教会？咱通过即个主题，到我们下日来甲咱三个分享。今日3月分享的主题，顶礼拜就是连接就是咱做伙咱姊妹互相来勉励、兴起即个传福音的文化。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来先来做祈祷。主啊，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阮有即个福分受你的呼召，阮同心做伙组织伫富强教会。无论是历史长还是短，阮拢知你呼召阮到伫一个所在，就是有你的心意。主，我毋是只干听做一个，只干参加礼拜基督徒，是阮要伫所参与的盛会受操练、受栽培、受车派、受祝福。所以，当阮参与愈深，阮的恩典甲祝福就要愈大。愿你阮会清楚你呼唤、呼召、车派阮的意义，也阮通过主的话来得到勉励学习。伫你面前，阮求你启示阮你的话，阮得到明白，得到主你的祝福。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咱拄则有读一段真出名的经节，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18到20，这是咱所讲的大使命的经节。大使命咱因为熟悉，就是咱读过，电都无讲解详细了解内面的意思啦，今日我无要详细解释内面的经节，我是要通过这段经节来唤起咱耶稣互咱的使命第2段是保罗所讲的圣经的经节，保罗咧甲咱讲起伊传福音的一个态度。伊甲人传福音是用什么方式去传？咱通后壁去做咧分享。伫咧分享即个圣经的对咱的提醒以外，我想讲要来甲咱小可回顾一个台湾的宣教的历史。台湾宣教，因为即个部分我真有趣味嘛是新人院有咧做这方面的课程。我要互咱知影讲，咱台湾历史的过程的中间有最美好即个传福音的脚迹。上帝安怎奇妙的粒子，伫无共款的时空，找见伊的仆人、伊的使者，来将迄个宝贵信仰福音传互咱。咱中间有诶兄弟已经6、7代、7、8代，有诶我知影咱有会友是咱台南地区初代信徒的子孙当然嘛有最近才信主的。这个故事是要互咱知影讲，我毋是干单独一个人，用历史的纵深，用咱规个教会的规划，咱知影讲，咱毋是一个孤单，咱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伫咱生活的中间。咱台湾若照历史来看，有经过3波宣教的一条热潮，就是上帝伫无共款的时期，有一段时间突然间，迄个福音的宣扬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有气力安尼。咱若知影台湾的历史，你对牧师所讲，你嘛会当真清楚头一项，咱是爱甲历史塞较远啦，毋是干那是咱150年的历史尔。150，咱叫到叫做150年。事实，咱伫荷兰的时代，荷兰来到咱台湾占38年的时阵，就已经有福音带到咱台湾，而且上界关键，上界亲的就是伫咱台南的地区。咱可能有真侪在座的兄弟，你是迄批伫300几年前就信耶稣的祖先的年代，这是真奇妙。即摆有人慢慢咧研究历史，
原来吼，咱的祖先嘛是150年前才信主呢，300几年前我会记得咱即个青年吼，基信人去读册，瑞平伊进前就拄好伫倒个伫目沙过入去吼，一个所在，叫做新兴迄个什么兴迄个伫遐咧实习就对啦吼。伊甲我讲吼，因遐就是所谓的即个较早希腊雅族的后代吼。伫迄个所在，因的教会参加咱台湾地区，比如新化、口碑，即个较山区的教会，因家己已经正名讲，阮就是希腊雅族的后代。所以，阮的祖先毋是150年前信主是300几年前伫荷兰时代就已经信耶稣。这毋是用风声还是流传的是真真正正祖先有得到福音，有历史记载。这就是荷兰时代信主的经过。所以福音的起头是上帝疼惜台湾，伫1624年荷兰统治台湾的时，福音就来到台湾。因为当时咧有荷兰的归正教会，什么叫归正呢？归正就是长老教会就对啦。是无共款的称呼啦，听。迄个归正是荷兰的长老教会称呼，叫 Reform Church。咱长老教会是对苏格兰、英国来，叫做 Presbyterian。但是这两位拢是对加尔文的改革宗教所来。所以会使讲，上帝伫早前就安排好头一代的即个宣教师，就是长老教会系统的，就是即个甘志士 Candidius， 佫是即个尤罗伯这是咱中文的翻译啦伊来到倒位呢，就是来到咱安平，咱即个溪的北边，这个乡社，当时用咱希腊雅族的六个社北部社来宣教。这历史记载真详细，因为呢，荷兰人因当时呢来到台湾来统治80-30几冬因的历史资料整理了真久。是后来呢，咱去到荷兰因的博物馆、因的图书馆去编这个资料，就是咱后来的宣教师甘威林牧师去编出来。哎呀，无想到讲早就有人翻到去吗？就是这荷兰时代。这两个代表是，这两个牧师是上早期来台湾的这个牧师啦这6社呢，咱可能有时一寡咱的乡土典故拢会讲到。这也是咱真趣味的，伫咱台南平原的这6社新港社就是新市啦麦加里湾社就是有人有两个意见，就是一般有人都是显化、溪里迄个所在第三个社叫做小龙社，是咖喱的所在。伫满豆社这个名还佫伫咧，佫叫做满豆。大目江伫新化，佫有一个是大富隆，有人讲是玉井大内。这社，因仔日已经物换星移就对啦因为后来呢，这个对中国厦门也是迄个泉州、漳州来的人接去所以这希腊雅族就无去住伫遮，但是无完全离开还佫有迄个地名留伫遮。这是咱300几年台湾的故事这是当时荷兰时代台湾的地图。伊咧讲希腊雅族就是咱对嘉义宜兰一直到高雄，一直到大概是迄个高平溪规片拢是希腊雅族但希腊雅族呢，伊伫高雄地区迄个名称叫做马卡岛。现在呢，咱慢慢看起这历史，若是高山族，现在高山族，早讲九族已经有40几族事实北部族嘛足侪族。这个拢是咱的祖先，拢是咱较早历史。当时因为时代无共款所以有人用图画画讲这个希腊族的这个
即个人会上啦吼。啊，这是当时西亚族因的迄个生活的状况。啊，当荷兰时代呢，前后派32个牧师、传道师，啊是一般咧教册的老师来。啊，上有代表性就甲拄则讲的即两位，伊上早来，一个是 Candidius 甘志士牧师，啊一个是即个 Robert Julius， 就是即个尤罗伯，有人直接吼，甲用音来翻译做尤纽士啦，吼，啊即两个名拢共有人咧用，啊主要是伊用伊的原文的名伫咧称吼，啊这是 Candidius 吼，啊这是对荷兰因迄个时代留伫博物馆。上头一个来台湾的宣教师，啊，这嘛是吼，啊，过来一个就是这个 Robert Julius 这个人，啊，咱因宣教的结果是安怎呢？记录是真好哦，就是因伫遮原住民的6社中间有6400个信者数受洗礼，而且有主持过102个身份的婚礼，啊，迄时阵呢。啊，咱即个历史袂咱讲伤久啦，但是简单讲，荷兰因是用着一个国家甲民间合作的一个叫做东印度公司，啊，咱捌听过吼，东印度公司，啊，看起来后军的迄个开头后，因为伊有军队呢，啊，毋过是伊无用国家做名称，是用一个公司做名称，啊，因伫即个亚洲的。基地伫倒呢？就是现在印尼的爪哇岛，啊，较早叫做巴达维亚，啊，巴达维亚就是因印尼啊，伫所有荷兰人统治的所在，因为遐占上久，啊，所以伫印尼嘛有真侪荷兰时代传落来的教会，甲咱进入到足成的，就是这个原因，吼，啊，因遐派因的军队来到。中国要甲中国做生意，后来中国无爱入去，伊才走去咱台湾来，就是这个原因吼。啊，所以这个人呢，因原起初就是咱所讲的帝国主义嘛，殖民嘛，伊就是咧按咱台湾这个钱嘛，吼啊，所以是原来是用做生意来做目的对啦。哦，咱台湾迄阵吼，迄落皮是足有价值的吼，咱知梅花鹿一只，迄足水的迄落皮吼。啊，有一寡农产品，也有人咧交易。啊，当伫即款情形下面哦，当时派来牧师传道吼，事实因目的是为着2项，一项是为着因家己遐个荷兰人，因家己的遮个公司的员工吼来做牧师，因就是基督徒啊，还有人主持圣餐啊，第一项在服务因就对啦。但是第二项，因搁加上一种世俗的任务，就是这个宣教师吼，真够有当地的语言，啊，所以因来就任务讲，你去学这个希腊雅族的话，这个宣教师吼，伊就认真去学，今仔啦要做通译啊，通译通要交易买物件吼，毋得有人会晓讲，因才会荷兰的领袖才通过遐来买物件来趁钱。但是，迄个历史记录讲，这个牧师、传道师，伊的任务是公司的员工，啊，毋过因伫个心理上，因有迄个上帝给因的任务，就是要甲福音来传互这个原住民。啊，所以呢，咱伫进前，咱伫台湾吼，有真侪故事咧流传，在流传中间有咧讲起，事实荷兰人甲台湾的原住民，也是甲对伫即个中国移民过来，吼，这个华人呢，常常有冲突啊。啊，冲突就是讲交易上的冲突啊，吼，有时荷兰人对在地人伤歹啊，所以这个牧师我都徛到一边我真烦恼。因家己公司是领薪水是荷兰人领，但是因对这个原住民在地人佫真疼心。所以因来讲会无啊心就对啦，就是故事拢有讲，就讲有真侪所在调讲咧咱遮台湾人，所以互遮地魔族，咱遮希腊族对遮牧者非常的有尊敬就对啦。对因虽然讲你是咧为着荷兰人服务的，不过我知影恁足疼所以因安尼咧，因足侪人
来受洗礼，差不多规庄拢受就对啦，吼。大人囡仔拢做伙受，因为当时的西雅族因较是一种族长的文化，全族拢信安尼啊，所以才会较侪人。甚至因当时已经准备要开设新学院哦，吼，嘛也是讲要开设一间学校，来教育下一代，互因本地的牧师本地的遮个老师，无好笑讲38担了，地仙公过来地仙公所以若是对教会历史来讲，地仙公对咱基督教是迫害性，伊一个来把荷兰人赶走，搁而且伊带一大批军队来有可能中间是咱的祖先不得不为着生存所以当时的规个嘉南平原上好的所在要种植要食饭所以呢，就把遐堆拢摕起来。所以咱的原住民咱的西拉族，才会变成安怎？你拍输人所以只好赶伫山顶去。所以毋是咱地无做原住民爱挂山顶，是所在有咱讲去无去袂使所以呢，这嘛是一个典故甲一个故事啦一个故事。但是虽然后来就停止几啊百担无人有迄基督徒的这个伫迄所在，这是咱伫历史课本所看即个投降道当虽然38担久，毋过因的作业非常的有效率的，因为伫迄个时阵还佫留落来遐资料就是当时的荷兰，因就是翻译用希腊雅族的新港社因遐个人咧讲的音，用咱一般咧咱了解迄个名字用即个罗马的拼音来甲伊翻译即个新港语的马太福音，一个叫做尼但利的即个牧师所翻译的，当然无全本啦其中有一本马太福音。即马太福音呢，伊的圣经原本还佫伫咧，还佫伫普遍版这是真难得咱台湾的一个历史啦这是迄个第一页迄个马太福音的第一页，一面是荷兰文，一面是即个新港语。所以伫最近这几年，因为咱的希腊族大家有迄个民族意识出来去口边呢有迄个。经络因拢要推动即个希腊族正名运动因讲，阮真正会晓讲阮的话呢，毋是空空白白的所以因就去佫重新互伊顾我就对了。但遐古早的新港话佫顾起来，即个新港语的马太福音就诚做因上好的一种参考，因为迄字字内底拼音就出来才有地位，才有咱马太福音的内容落去对。就知影讲即个话是安怎来。我会记哩印象诚深。我头一遍伫咱富强教会读会时咱的教会有一个老姊妹伊是挂新，应该是伫迄个新市就是新市就是新港我咧甲伊讲话是讲，伊讲阮就是希腊族的后代伊佫会晓讲几句就是讲有迄个单句的话，就是希腊话咱一个老姊妹已经过用去所以若是咱安尼看伫讲，即个传福音第一批就已经伫迄个所在也正记落去这个故事呢，慢慢因即几年大家注重这个历史愈来愈侪点彩有一天咱去到迄个台南历史博物馆，这个资料慢慢会增加起来，因为这个历史博物馆伊真重视这个物件咱教会因有保存所以因足愿意甲咱合作第二项就是咱教会较熟的我会讲较紧就是长老教会初代传统，伫1805年，所以你看1624跳一个到1805，咱二次是开始加38担差不多200几担无福音就对了。咱知影对咱台湾开始是1805年马国医师伫台南的宣教，伊伫府城伫打到以后，伊用医疗做开始，用医疗来做宣教。所以马国医师伊是南部的头一个宣教师，因为伊本身是长老，毋是牧师所以后来呢这个英国佫派出有牧师身份的叫李九牧师来咱台湾宣教这是马国这马国因若是伊家己来
伊结婚了，伊个囝，佮伫亚洲读册，啊，佮做医生，啊，所以有一个马国二代就对啦，吼，马国二代，啊，这是马国医师甲两个囝后的相片。啊，我会记几啊年前呢，阮专工去英国吼，啊去历史巡礼就对啦，哇，就真正去找，专工去找即个马国医生的墓，吼，马国医生的墓，啊，伫迄个所在纪念，啊，伫遐祈祷，感谢主公找见这位马国医师，伫150年前来到咱台湾，啊，这是当时马国医生吼来台湾登陆高雄港，啊，迄个阵安尼足荒凉，足拍远啦吼，啊是高雄港的相片，啊这相片是当时的英国的摄影师专工来台湾翕的吼，毋是用画的吼，啊这个是当时的宣教师啊，因传录音互希腊族，啊这个就是真出名的英国的摄影师叫做 John Thompson， 约翰汤姆森所翕。啊，当时呢是用迄个玻璃底片，啊，玻璃底片翕的。啊，这历史相片，伊若是台湾翕，也有去中国吼，啊，逐边翕。啊，这历史相片留落来。啊，所以这间厝就是足古典咱的希腊族，啊，咱的原住民因得起来的厝。啊，另外迄个壁吼有画白花呢吼，毋是讲遐尔啊歹看呢，顶悬铺迄个草吼，嘛足水吼，铺草嘛足水。啊，即张吼世界有名，就是一个希腊族的妈妈啊爱细囝啊伫遐伫困吼，啊即张相吼全世界大家足出名吼，啊这是当时的咱的希腊族因的前场就对啦吼，伊的前场。啊这是咱伫高雄吼有一个伫纪念的所在，啊有咧用一个蜡像啊咧做一个马国医生咧看病的图吼，啊大概咱讲第二波的传福音就是因用这4项来叫做当时福音建立的一个基础，一个是医疗宣教，吼，是咱今仔日个新老培育；一个是用教育啊来做一个将福音定根伫咱遮个在地百姓。咱主要讲荷兰人，因为时间上短，袂赴通好训练本地的牧者，啊若无荷兰人转去吼。咱的牧者家己晓传福音啊，晓讲道啊，迄个教会就会无去啊。啊，所以咱阵真重视去做新人医，去做咱的中英中学吼，啊中英女中，啊嘛创办报纸，咱迄个当时叫做虎社教会报，现在叫做教会公报。啊，佫有建立册房，就是新老书房、聚珍堂吼。啊，这是咱即个啊，当时伫咧台南啊，所有一切传福音的这历史的相片。啊，这是即个当时的新老培育吼，迄二战楼啊，还有电梯，就是即个吼。啊，这是现在新人医，啊，这是即个中英中学吼。啊，这是当时的中英女中的原地第一栋的建筑，现在还伫咧，啊，有政府来当做古迹啊，伫遐咧保存吼。啊，这是咱华克勒老师所创办的第一份的报纸，啊，第一份的教会部。这个教会部吼，真做。大家大学，遮个学历史的遮学生哦，看做宝贵。较早吼，这白话字吼人看拢无。啊，即摆遮学生为着要研究台湾历史吼，所改去学白话字。啊，所以讲起来，即嘛是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咱顶落教会做个少年人拢不晓读白话字，煞颠倒人无信主的吼，为着要研究台湾历史、台湾的语言，啊，因为迄白话字就是台湾话嘛。啊，煞认真咧读白话字，你敢知？啊，这嘛是真趣味的现象啦吼！啊，上时咱嘛知影讲，咱既然有这个遮尔水的母语吼，啊，咱上有咱家己会晓讲，啊，咱来教咱下一代，毋通讲，咱习惯讲华语也无毋对，但是你台语会当无去就对啦。啊，这是咱的这历史的记录吼，啊，这是新老厨房吼。啊，当另外咱嘛知影，简单讲是北台湾嘛是，差不多啊7档后就是马偕牧师。到淡水，172年，啊，伫遐开始北部的宣教，啊，这当时的台北的淡水啦吼，啊，这嘛是咱真古典的相片安尼，啊，这就是迄个马偕牧师吼，马偕牧师，啊，这马偕牧师的全家，啊，全家，啊，这因为马偕伊出名的所在是因为伊吼，
带台湾某，台湾某，所以规个家族拢留伫台湾安尼，所以伊一家目前煞变做外口人认都较捌马街啦马国意思，敢若咱回应翻尔，连马街北台湾大家拢捌，因有一间马街病院呢咱应该若真后尾叫做马国病院，大家都捌啦因为台北或者马街病院，所以大家拢会纪念即个马街。马街伫北部嘛做真好的工当然是用伊做代表，但是嘛，足侪宣教师伊伫北部宣教拢做3工，而且到最后伫台湾死伫台湾。伊对无教有伊设60几间的教会，一个人开设60几间的教会，伊所设立的会友信徒差不多3000人，差不多马街牧师伊规个北台湾，甲包括花莲、宜兰拢去啦。所以呢，会使讲伫客人啦、漳州、泉州、北部、高山族，逐位拢去。对苗栗以北、花莲、台东，拢有伊传福音的脚迹，实在是一个人当时的交通，实在是足互咱感觉讲真感动。莫怪现在伊成做咱台湾的宣教的一个代表。伊一生认同台湾，听伫台湾，最后嘛死伫台湾。伊的梦就是伫台北的即个淡水，伫迄个。淡江中学的即个校园的内底，伊有写一首足出名的诗啦，足侪人甲伊谱做曲，咧纪念伊，因为伊写一首最后的自家，用最后的客家，伊讲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拢献互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伫云雾中看见山岭。伫云中的空隙，观望全地，波澜大海，遥望的对岸，我意爱伫遮眺望无煞。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啊，我人生拢总献互你。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快乐拢伫遮。毋望我人生的煞尾站，伫大影拍欢的响声中。伫竹林摇动的阴影内面，找到我一生最后的自家。一般这条诗歌有足侪作曲家写，可能你捌听过伊的曲，你若看 YouTube 内底，足侪无共款的曲，就是咧写一篇，因为这个歌词互人太感动。一个外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为着听台湾，伊安尼将一生献伫台湾，用这条诗歌来表达伊的心志，表达伊的心志。那第三波，伫咱长老教会是100周年的这个培教运动大概这个年过差不多我的年过左右啦所以我囡仔时代就拄着这个培教运动1954年到1865年是咱台湾长老教会设教100周年的时代。迄个时代什么历史呢？咱若较资深的会友拢知，是1950年代，迄阵咱的台湾的时局足动荡的。迄阵是戒严的时代，所以人的心在追求平安啦，嘛是在追求讲有一顿饭通食。伫迄个气氛的内底，拄好，因为国民政府对中国刷来台湾。迄个时代有35个教派毋是干那咱长老教会，较早100年前是咱长老教会伫遮尔后来有35个教派，就是各地的基督教派拢刷来台湾，因为共产党拢毋准基督教存在所以这社会拢刷来到台湾。当然，咱印象上深的，比如讲浸信会啦、信义会啦、卫理会啦，这咱较熟的宗派，拢伫迄个时阵来，其实是35个教派所以规个台湾哇大变动。伫迄个时阵，咱长老教会无放弃传福音的机会，虽然伫外面的环境真无好，但是积极来传福音所以呢，伫这个当时因为罕见发生啦，所以美军派第7舰队来防卫台湾所以互咱台湾大安静落来。有迄阵紧张甲什么古宁头战役啦，中国要来食迄个马祖金门啦，大家烦恼啊呢咱嘛有迄兵拢派去拍征战美军一个来了，台湾才安定落来。安定的中间，伊佫带来迄个美元的咱台湾迄个时代，囡仔时代，你捌领过米粉的啦，领过牛奶粉的，对迄个时代。
因迄阵美军对政府还阁无啥信任，美国所以讲，阮若是要分这物资无爱透过政府的系统，请恁教会代表请咱教会来做代表。迄阵有一个叫做福利会，就是安尼设落来。各地呢的教会庄卡的所在就去领遐的物件来分就对啦迄个阵咱长老教互人讲食教的，就是安尼来食教的。毋过事实你看初期马雅各医生用医疗带来互人肉体上的医治，对无？用教育，用遐个报纸，用遐个侪的遐个心灵上的攻击，互台湾人来亲近主。但伫即个100周年迄个时代，拄台湾战后迄个困难的中间，经过美元的虽然看起来是足粗俗物质的物件，毋过也因为安尼，甲地方的百姓产生一个结连。无人拢讲你食教无爱来毋过通过这物件，有真侪人安尼信耶稣。嘛因为安尼，咱当时的长老教会经过10冬的拍拼传福音，教会培家人数嘛培家。迄个阵有统计安尼啦培家运动是会友甲人教会拢增加呢。原来233间的教会，到培家运动庆祝100周年的时阵是466间，拄一倍拢拄好就对啦。会友数呢，原来是59471个到最后是变102943个，这拢是咱的历史记录内底迄个时代。咱隔壁咱有一间后架教会后架教会比咱较历史较久啦。后架教会就是当时100周年所设的。所以你讲1865年到现在到现在就是50几冬嘛。所以这伫100周年培家运动所设的教会，这历史拢差不多50几冬，50几冬。后的是开始就设的，就变60冬就对啦但是咱简单讲，这历史是要咱知影讲，上帝通过传福音的脚迹，拢伫逐个时代伫咱的中间。不过100周年过了后你知影台湾发生什么代志？100周年了后，拄啊，咱台湾对乡村变做都市的时代。100周年了后，拄啊，咱台湾呢，就是对农业变工业，加工区开始设。安尼对咱教会真有影响呢。伊大部分咱的信徒市内有庄卡嘛拢有较早庄卡是人愈多所以你若是对庄卡的教会来，你伫囡仔时代你庄卡的教会会有济甲呢，足多呢。乔牧师的故乡佐镇迄个时代有几千人咧礼拜，你敢知？但是呢，都市化咧，都市化大家相济要来市内食好多所以咱有真侪朋友，迄个时阵才认识去，因为离开故乡。有诶伫庄卡礼拜可能无认真啦也是讲信仰无徛在啦。我常有可能有点车所袂好势，伫你市内大家拢穿皮来做礼拜，我咧穿剪花歹势去所以有真多我来市内我无来礼拜，毋是失去信仰，是歹势啦。因为咱市内人穿衫水啦，有一段时间咱基督教的会有怎减去，你敢知？这是迄个历史啦差不多天到后来呢，1875年，什么时代呢？就是周介石过身，丁仲是过身，过来有迄个甘李汉博士德林汉博士来台湾谈录音来报道，过来有煞接。这个周连华牧师来报道，哇！有听一段时间了，慢慢即摆换国母教会开始咧叮当呢，因为迄阵遮侪教派开始叮当，就是这段历史就对啦当咱经过一段，毋是讲改，拄好是我咧读新人院前后迄段时间，好像咱台湾教会开始齐啦会友礼拜是用足正常无毋对。如果要带人信主那是真困难。咱在座有真侪兄弟，你甲我回，我无输你讲的有影呢。迄阵要招人来信耶稣迄无方面都袂歹叫人要入来困难呢。但是时代咧变化，慢慢进入到2000年的时代，
第4波啦，第4波宣告入来。在咱教会伫庆祝150周年进前这120天，台湾的教会开始变化。因为啊，咱顶礼拜有讲到，等下咱有来分享吼。这个简单的历史就是1987年到2015年，咱台湾设教150周年的时阵，教师报告显示哦，台湾的教会有真高比例的复兴甲成长。台湾基督徒比例对2.53进步到偌济6.53，迄是全台湾的人数的趴数呢，一趴就代表百几万人呢。啊，所以呢，伊真正是有真大的改变。啊，我有看见夏中间牧师，伊当时就是带领这个2000年福音运动嘛。啊，全台湾的教会大家拢合作咧传福音。迄个时阵，拄啊牧师也伫咱富强教会，伊讲有即几项的原因来产生整个台湾教会进展。第一项就是敬拜赞美，咱大家拢真熟，有70%到80%的教会推动敬拜赞美。第二项就是灵命更新的运动，因为大家教派无搁再对这个灵恩感觉讲是一种安尼排斥的无下主流的，毋是啦。较早人讲灵恩就是感觉讲恁这是无共派安尼就对啦。过来第三项就是小组化的运动，小组化的教会。第4项，咱顶礼拜有讲过，就是都市大型教会兴起。一间教会当做一个中会的代志，一间教会会当做中会的代志。千人的教会增加到72间。第项，教会合一运动，国语台语大家袂阁计较，互相争夺。因为咱若有捌了解这段历史的，当时戒严时期，咱看见什么美丽岛事件有无民主运动的时期迄国语教会甲咱台语教会是大家莫讲冤家啦，大家拢无咧往来的咧好，因为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大家互相咧冲突的咧。好佳在到2000年曙光的时阵，来讲这种物件咱毋通做互相冲突你的政治的意识蒙藏伫咧信仰的内底，所以后来慢慢大家就做伙传福音嘛这是合一运动。过来是青少年时代，咱儿童时代有一个新的改变这有真侪教会拢咧推动过来是将福音传到职场啦，伫你的办公室有真侪其他的办公室，因遮福音的使者拢伫办公室办即个小组咧。大家中昼毋是去休困食物件啦，佫来伫一个安静的空间做伙来做小组。嘛将福音传去到伫小学甲中学，因为小学中学有开放，咱的这个彩虹妈妈，咱得胜者入去教会，入去到学校，这是当时戒严时代咱无法当想象的事。佫像婚姻甲家庭的事工足受重视，所以各地为主，你管的浪潮就来，特别是都市，特别有小组的教会，哇，增长够紧，因为上帝兴起一阵就是平信徒的宣教师，大家人已经改变观念啦。这是牧师最后要甲咱讲的。佫有第10项是教会多元化，无甲阮的平台教会咧出现，佫来社会运动转化运动，佫来台湾对华人的教会影响咱愈来愈增加。是12项是咱第30当中间的改变。咱遐20岁宣告150周年了，咱基督教的推动。引领因新国家的运动，咱若看见安尼历史，就知影讲台湾的教会前3波的宣告，拢有时代的转变毋是讲无蒙蒙白白凊彩就发生啦，有伊的社会时代改变、社会脉动，佫圣性的做工。咱拄则有小可讲过，是啊，马国医生来遮传福音，效果遐尼好，因为当时台湾的医疗足落后敢若有中医咧看哪定，伊西医一个来哇，足侪病食药也是开刀就随好所以迄个时阵，规个咱的山区啦，拄仔讲过，荷兰时来信主的，即个祖先因看到咱的马国医生因过来传福音竟然因讲这就是咱的红门亲情啦，叫做红门亲情。你有知影讲，当时即个荷兰的宣教师对原住民好迄人定记条条，伊毋知经过几代伊讲这是咱红门亲情，知影讲外国人对咱平埔族真好，
啊，所以呢，因一个国接受福音的时阵吼，你甲看，真侪原住民的教会、平埔族的教会，足早就设啦，亲像公仔拿啦、木沙啦、朱定啦，吼，搁较我北边北河遐吼，诶，关仔岭山骹有一个叫做盐井啦，啊，伫屏东的李港啦，遮个较早拢是平埔族徛的所在，啊，拢是咱长老教会足排头前名的遐个教会，因为因的祖先有甲子孙讲，迄外国人迄红门啊，迄刺绣虎手的吼，迄对咱较好，啊，所以当因你过来传福音的时阵吼，随连接起来，啊，这故事咯，啊，咱有闲拢会当去摕买来看，因咱公报社拢出这册，啊，他一点一背甲运动，咱到转来到咱这个时代啊，拄则我讲的历史是咱的祖先对无？今仔日换咱啊，吼啊第四波啊，咱有啥物任务无？既然头前这120冬传福音的这个效果遐尼紧，啊，咱富强教会受设立伫遮，咱敢会使讲啊，恁做恁去，啊，阮无代志，毋是啊，因为宣告就是耶稣的大使命。拄则咱读的经节，耶稣行去甲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一切权柄拢互我，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门徒，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假是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命令，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结束。这段经文真重要，什么所在呢？就是耶稣讲，互万国万民拢做我的门徒。咱一般吼有一个观念，啊，这是老师伫今仔日要甲咱一个修正的一个观念。较早讲啊，咱来讲招人信耶稣来做信徒，对无？信徒按就对啊，按那毋对。但是耶稣讲，毋是信徒尔，啊，招伊来做门徒，什么意思啊？来信耶稣，毋是来遮咧便便的啦，毋是野香咧对白的，毋是讲吼啊，人年纪啊吼啊来去庙咧爱烧一下香，讲我是咧信什么神啦？耶稣讲吼，迄是外教，迄外宗教。咱基督徒就是带你入来，就是要做门徒，就是你拢有气力的就对，你拢有任务的就对，你拢有上帝所甲你差派，所以呢是用门徒专门拢祭司受洗礼啊，所以基督徒要爱抓到这个社会的脉动，知影这个现实的需要，人的心所仰望的是什么？所以咱爱伫这个时代兴起传福音的文化，传福音的文化啊，这是咱今仔日大家人互相勉励的所在。咱来看保罗伊安怎讲？保罗讲传福音是用什么方法呢？伊讲对信心软弱的人，我诚做软弱。意思讲，我会甲因共款啦，毋是甲因踢笑，毋是甲因嫌啊，讲连这也毋捌，啊连这也无信心，毋是咧。我会晓体会到伊的心情，因为伊也阁真软弱嘛，真软者嘛。伊讲对倒一款人，我就做迄款人，用逐样方法通加救一寡人，用逐样方法哦。所以咱基督徒传福音，就是保罗伊甲咱讲，你都诚做伊就对啦。你的心内想，就想讲，这个人是庄脚的人，你都要学做庄脚人。伊咧做生理人，你要学习讲伊是安怎想的。啊，伊是一个医生，伊是一个老师，伊是一个社会人士，你安怎用伊的想法来将福音传互伊？啊，伊讲吼，不管如何就对啦，用尽办法，就是要加救一寡人。我相信咱兄弟有真侪人有做生意的经验，你要互人买你的物件吼，你敢会使高高在上，讲要来唔来煞，唔好啊！你会讲啊，这个物件真好用哦，你试看嘛呢？啊，咱要传福音，就是用这个方法，用为着要加救一寡人，用同款方法就对啦。啊，所以保罗讲，我做这的，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啊，这是将做咱基督徒一个传福音的文化一个基础。啊，咱既然看起祖先人对英国、对加拿大遐尼远坐船坐几啊个月，伊就是为着要分享福音的好处啊。啊，既然咱在地啊，隔壁厝，咱的亲情，咱的家内人，咱的同事，
遐近你唔传，啊人对外国来差遐济，所以保罗互咱传福音的态度是这三项，为着要争取因啦，讲这，因为这是上爱的同胞，总是要救一寡人，就是无放弃机会。分享福音的好处，就是咱传福音上关的目的，是咱要做见证，是咱要甲人讲，这条所真好，就是你有得到，你讲这人得听会落啊。啊，所以保罗用这个经节，互咱真大的一个勉励，就是讲，咱知影对方要接受吼，毋是遐尼简单。毋过你爱真做迄款人，你爱真做迄款人，为着要分享福音互伊，为着要加救一寡人。遐尼即位，咱现在通过多正肉身的福音事工，就是咧学保罗即款对什么人真做什么人。啊，咱拄进前举办过一期的细胞小组，即个幸福小组的事工。啊，咱包括咱现在的即个细胞小组，伊的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传福音嘞。伊细胞小组人较少，啊，你容易亲近人，会当直接甲伊对话，所以咱真侪会友是对小组来的呢。啊，所以牧师万讲，过来的时间要甲咱讲是安怎要小组啦，吼，毋是一个新的名词，也是一个新的活动，是真正爱透过小组为着要传福音啊。因为保罗讲，我是用各种方法啊，用无共款方法为着要救一寡人啊。啊，若既然小组会当救人，啊，你讲这小组无效，啊，到底是你讲的对，还是上帝讲的对？啊，这是咱大家爱开始改变，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办法。因为传福音小组是要传福音，是要栽培门徒。啊，所以咱基督徒爱拍破迄个传福音的困难的思维啦。而我讲，伫咱迄个战后，伫咱迄个80多年了后，有一段时间传福音真困难，所以有真侪老会友哦，包括我在内哦。我迄阵读新人医的时代嘛，知影讲，介想要传福音嘛，无遐简单。所以你就是牧养教会会友就好啊。但是嘛，毋是咧，就是传福音吼，有上帝在兴起做工，所以你要甲迄个拍破传福音困难的这款思维啦，无效啦，无路用啦，加讲的啦，你要勇敢讲，我若有做就有效。啊，所以资深的基督徒愈会互传福音的困难所困绑，因为较早有歹的经验嘛，吼，啊，都较早无效啊，即嘛你若无想要做，所以变到初代信徒足够传福音，因为伊都毋惊咧，吼，伊都感觉讲我信都遐紧啊，别人嘛是安尼啊，啊，所以甲家己的故事讲互人听吼，所以初代的人初代信徒传福音上紧，带人来信，啊，所以咱来先拍破这个观念。像你即位，保罗所予咱的呼吁就是讲，传福音是爱予人感动。我真软弱的人，我真最软弱的人，所以咱幸福小组就是用这个方法，用福音的事工的精神是，我真做因，予因受感动，就亲像马国医生甲人医治，人病听好，规家信主啊，伊感动着啊。啊！我原来我命都要无去啊！啊！你甲我医好，啊，搁遮尔疼我当然信你信的耶稣嘛。所以医疗伫迄个时代，即嘛即个时代，人的心孤单，人的心寂寞，人的心感觉讲好亲像无朋友。但是咱幸福小组互伊知影讲，我要互你温暖啊，互你感觉，哎呀，这世间吼，啊，搁有即款人受感动啊，受感动。所以感动的元素，就是传福音的第一。第二，主耶稣呼召彼得，讲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鱼。啊，这经节呢，我是对咱幸福小组的创办吼，咱的杨希如牧师讲的。伊讲这点真有理啦。耶稣讲，我要互恁，互彼得讲，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得到鱼。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讲，互你亲像掠鱼遐简单。我要互你得到传福音，得到人吼。甲你平常时咧掠鱼遐尼简单啦，因为彼得上高的就是掠鱼啊。啊，那安尼我掠鱼遐简单，耶稣讲我传福音嘛是有效，要得到人。啊，所以这就是句话，就是要拍破。拄则咱讲传福音真困难。当圣神教的做工的时阵，
讲你要互你得到人亲像鱼，伊必定哦，逐日拢伫家里里海咧掠鱼，伊安怎要掠，伊拢足内行的就对。耶稣讲，你要得到人亲像鱼，因为上要紧的，这个梦是什么梦呢？是圣神的梦。所以配合新的一波圣神的这个潮流来啊，咱真正每一个兄弟姊妹，我讲的哦，耶稣讲是招人来做门徒呢。所以你袂使讲牧师啊，我敢若是平信徒哦，我拢无啥物节哦，吼，你毋通安尼讲。那安尼吼，你也去甲耶稣问讲，耶稣啊，你当初是叫我是来做门徒啊？啊，耶稣讲安尼是你较对，还是耶稣对？你家己该问耶稣哦，因为耶稣讲要招人来做门徒，甲因行说咧，啊，甲因传福音嘛。啊，你若无做，迄你甲耶稣的关系，因为耶稣叫你安尼，啊，你也无安尼照安尼做啊。啊，特别是这个时阵，圣神咧大震动的时阵，咱都要做伙努力。咱拜二开始，咱有25个兄弟要来参加这个高雄巨蛋的幸福小组的演习会，几万人要伫迄个所在。咱为着这个兄弟来祈祷，因为这25个兄弟咧，因这幸福小组，我望讲这个人就是要见证这个时代传福音的文化。一个上好的训练就对啦。啊，咱这25位，无论牧师、中级兄弟，大家去操练学习，就是带倒来这个文化，带倒来这个气氛，带你来这个安尼热情就对啦。吼，讲传福音吼，咱大家拢有任务哦，大家拢有责任呢，大家做伙来拍拼。啊，所以讲咱全体富强教会兄弟，拢兴起这传福音的文化，加入传福音的圣神的人调的中间。啊，所以这是咱的名单，啊，咱为着因来做祈祷。